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驻玻利维亚经大使罗查，即嘛是互亚讲，伊长期咧做古巴政府的间谍，时间已经有40年遮尔久，册列是已经互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抓起来。古巴共产政权竟然伫美国政府内底安插间谍，而且直直升起到大使地位，时间有甲40年。It's one of the highest-reaching and longest-lasting infiltrations of the U.S. government by a foreign agent. 73岁前美國駐玻利維亞大使羅扎，伊伫哥倫比亞出世，規劃美國伫紐約市工人的家庭大漢，得到耶魯甲哈佛等等大學文科的學位。1981年開始做外交的工作，做20多年的外交官，捌互派去幾個拉丁美洲的國家，包括美國駐古巴利的代表處。後來做玻利維亞大使的時陣，還佫佇國安會擔任重要職務。不過，伊做外交官的日子，伊真正始終的其實是古巴政府。聯邦調查局去年才就宣布開始懷疑羅扎安排探員假做是古巴的特務甲伊直接。伫邁阿密見面3屆，法定的文件指出，羅扎伫談話的時陣捌講，伊伫古巴政府下底做工課已經超過40年，而且甲美國當作是敵人。還佫捧紅講伊的頭路有偌好拄偌好，袂輸是滿貫風浪。還佫講家己上較優先的任務是確保卡蘇措的政權。To betray that trust by falsely pledging loyalty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serving a foreign power is a crime that will be met with the full force of the Justice Department. 美國政府發聲明表示，羅扎伫政府的職務，可以會當接觸到機密的信息，還有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能力，面臨非法做伫外國的政府代理人，用講白菜來得到美國的護照等等罪名的指控。目前還佫伫評估羅扎這幾十年來間諜的活動對國安造成長期的影響。根據美聯社的報道，測試頭一屆出庭的時陣，羅扎紅口手銬坐佇遐咧哭。公視新聞是會場編譯。